廣東省星期五發現一宗疑似人類感染甲型禽流感 H7N9 嘅個案。廣東省衛生廳話，患者係一個51歲姓陳嘅女人，喺惠州博羅從事活禽宰殺工作，有接觸過活禽，目前嘅病情較為危重。佢嘅血液樣本經廣東省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化驗，證實對 H7N9 呈陽性反應，而有關樣本已經送到去國家疾控中心復檢。同患者有密切接觸嘅36個人，到依家未有發現異常情況。對於今次喺夏天發現個案係咪反映病毒變種，本港衛生防護中心就話依家言之尚早，但係就強調，由於 H7N9 個案死亡率超過30%，當局唔可以掉以輕心。呢個就可能要未來幾個月進一步觀察，睇下嗰個冬季會唔會更加活躍。咁由於嗰個兩地嘅人流嘅流動咧係好頻繁嘅，咁有可能出現一個嘅進口嘅個案呢，係一個毫不出奇嘅。中心又話會繼續密切監察情況，有任何消息會第一時間通報。如果有真係廣東出現咗確診嘅個案呢，我哋香港亦會派專家上去同內地咧進一步交流，了解一啲嘅第一手嘅資料。至於係咪需要停止由惠州進口活家禽，中心就話喺得到進一步嘅資料之後，會再同食物安全中心溝通。ONTV 東方電視新聞台報導。